天王郭富城2017年4月与大陆网红方圆结婚，同年9月喜迎女儿 Chantel， 接着去年底再传2胎好消息，而近日她在澳门举办巡回演唱，方圆也带着贵妇闺蜜团前来力挺，只是她四肢依旧纤细，完全不像已经怀胎5个月，让不少粉丝直呼太不科学。郭富城去年12月底开心宣布2次当爸，也透露第1胎因为手机不见，没能陪老婆进产房，这次一定要陪她。近来也完成第1阶段的巡演。方圆22日也在 Instagram 分享到现场支持老公演唱会照片，写到50密码继续 Good Show 时来的照片，还附上多张郭富城在舞台上的英姿，以及到后台探班合照的照片。而照片中，郭富城甜蜜地将方圆搂在一起，方圆则身穿宽松上衣搭配紧身裤，身材姣好，就像少女一样，完全看不出已经怀孕5个月，让不少粉丝羡慕不已。不过身高155公分的方圆也透露，产前体重仅有39公斤，现在已有46公斤，还不算严重过瘦。